老师平安，观众朋友，食饱平安。咱今仔过来中华哦，今仔是拜访一个牧师，其实无拜访啊吼，但是咱会讲到一个牧师哦，伊嘛是新港人，我迄阵伫新港吼，做侪朋友，新港的朋友你好，为虾米老师讲一张被，什么皮肤啊吼，换一条命，本地是要换一条换一支骹啦，本地是要换一支骹。骹，结果换一条命哦。观众朋友听过这无？有人知影即两个人的故事吼，这跟咱顶礼拜讲的迄个故事嘛有关系对无？就是就是我后壁即个啦，后壁这有人知影伫倒无？迄若无水的话吼，通迄个阮这斯洛伐克去维也纳边仔的边境共款吼，边仔拢是规排拢是这哦，人要看。迄个太阳能，用太阳光的能，电能就对啊。对，去迄个风用风啦吼，风力的发电。风，因为遐风足透的吼，像迄新港风足透的。哦，新港的风足透的。对，我会记我迄阵去驾车时，拢去互风吹咧田里。大狗的。咱即个图是人画哦，一个有名的画，即个艺术。一个画家画啊。画家，有人知影这是咧创啥无吼？是一个医生啦吼，为虾米咱会讲到即个画？即个是，这就是切肤之爱啊，画叫做有哪会当讲挂肤、挂皮肤啊会疼吼。这张图是画是一个李思乔，伊就是1956年的时油画迄是高雄医学院的一个校长来请伊画。安尼，就所以即幅画即本阁有伫诶哦，伫迄高雄医学大学。医学大学，即个是咧画啥物？因为即个故事哦，足侪人拢知影啦。伊是咱台北医生哦，伫台湾的一个第一个咧，因为较早医学拢也袂人安尼做过。伊知影有迄个理论，讲挂皮来补迄个烂去的所在皮肤，安尼会得着好。无人做，伊第一届甲做，第一届做。佮找无人通个，啥物人的皮要用挂去，互一个生份的囡仔。因太太就是连马玉，就是宣教师，因太太就讲，无来挂我的皮啦，来补伊，是安尼来。所以咱等下来看即个故事哦，而且即个故事足侪人知影，佮出足侪册吼，毋知有人看过无吼？这是。第一个台湾的皮肤啦，叫做一体皮肤的仪质，就是讲用皮肤来补迄个烂挂皮啦，挂好的皮来补迄个已经烂去的所在。是安尼，所以是用皮来换哦。即个就是伫新港吼。故事发生伫遮。对遮开始哦。因为遮海边大部分的人拢是做食人，也是掠鱼的，拢有甲产遮。所以迄阵有一个囡仔叫做周金，即摆伊叫金耀啦吼。伊中华新港乡，伊乡是一个较早是一个较山乡的乡城。伊出世4个月时吼，因为因老爸可能较侪囡仔饲袂起，就爱互别人因共同乡的农民叫做周叶先生来饲，就用40箍甲伊买，就是讲，所以周牧师后来大汉以后做牧师嘛，伊就家己定咧算笑讲伊家己比耶稣较有价值啊，因为耶稣互犹太卖30箍尔，伊互人卖40箍，安尼是毋是介绍较好？
嘿，但是无共哦，这是台票哦，啊，迄是啥物票？嘿，无共所在吼，还是讲安尼看起来，咱想介绍较好。迄阵是1928年哦，1928年迄阵你爱想我用迄个年代就讲，你爱想迄个年代诶经营台湾诶情况是安怎？是。13岁，因为无识字啦，行路啊，就来跋倒伊切着伊诶骹头乌，本地切着骹头乌就无要紧，迄囡仔切着念伊会好，所以第二阵嘛是搁用行几公里去学校读册拢无问题。来一日两日过去，感染就是讲你无好好甲伊消毒来甲伊膏药迄阵诶人诶医学诶知识也较无。我会记阮迄阵也有受伤诶吼，拢有时就糊涂粉啊，牛若着伤，讲着爱糊牛屎，用牛屎做药啊，用土粉做药啊，拢有啊。这是我诶故乡啊。因遐是用头毛诶，因算做较高级啦，因用洗头毛诶头毛油哦来做药啊，搁含草药啊来甲伊固伊诶伤口，愈固愈惨哦。后来就足严重啊！就无法度就较早一定是爱去问神啊，讲是犯着东方西方，犯着对是神哦，就去拜，即摆拜无效。因拢爱搁吸一寡金丹当来食，就是讲用个纸来烧烧咧浮水，浮啊水摕当来啉看会好袂？嘛是无好。请道士，请道士想讲有鬼啊上身是咪安尼？念经念赶鬼，搁是无效。有一摆伊讲伊要带去，因为拢无办法啦，逐项办法拢无啊，就要带去彰化看有啥物医生，讲到铁路。彰化遐有铁路嘛，行过铁路，因为伫新港要入去彰化市，爱经过一条铁路经过铁路是讲伫铁路遐拄着一个人甲伊讲，即个囡仔伤足严重，你着爱较紧去找迄个人咧讲有啥物迄个外国个医生哦，迄个男医生就是讲，东方西边有男医生迄个，叫去找就真正。讲无都无办法啦，好甲找，就去找着男医生。叫伊问乌白姑啊，安尼好甲男医生当然就接手，迄阵男医生都伫外国，伫外国也未倒来台湾。真拄好呢，有伊个护士甲伊伫遐治疗几日以后拢无见好，就是讲伊个伤无搁较好啦。伊转来时就甲检查讲，看卖详细甲诊断，结果知影讲伊个尸内底已经腐烂，已经发红啦，搁腐烂，因为真严重，已经烂甲真大叶，讲有可能袂当医疗好，着爱切掉去骹。因太太医生的太太，但医生的太太是马玉嘛，伊就想讲。安尼实在足可怜的吼，讲一个囡仔13岁尔定，着要甲伊个骹挂起来，伊一世人着拢减一支骹，着足可怜，着想讲有啥物办法无？医生着甲伊讲，着讲有啥物办法吼。咱来看咱即段下骹吼，有一个林马玉女士吼，伊着想讲伊个皮肤要来挂号。金耀即个囡仔，毋过因诶先生嘛是无啥敢呢，做，因为较早拢无人安尼做，毋知会好啊袂？这是第一个例呢，这是敢若理论上安尼讲，有影无影，要安怎做？所以伊就甲鼓励因先生就是鼓励男医生讲，耶稣基督有人顶日是未假，
是因为听世间人甲风顶是物价来死，伊甘心为着人老岁舍命，咱用什么来回报？伊讲咱要用什么？咱是宣教士咧，是要用什么来回报？假使若挂我的皮肤会当补金苗的身上，会当治疗伊的伤，那安尼算毋是应该爱做嘛？安尼听个有理哦。所以咱的生得真正就安尼好，真勇敢的一个医生娘吼。医生娘我的印象拢是医师娘，拢是伫遐什么算钱的，收钱，收钱。有人要挂家己的皮肤，无简单吼。因为伊有想来讲，若要伊咱医生迄阵有想讲，若要挂即个金苗的皮肤，因为迄阵伊破病人足瘦，根本就无够体力，若挂伊的皮，可能伊牵袂牢。伊阁想无来挂因老爸。讲伊若挂因老爸，因老爸逐日拢爱去做事，若无因的家庭就无收入啊，要哪有饭通好食？安尼有哪袂使，有哪袂通啦？当然，伊的护士，有哪是共款宣教士吼，有哪对英国来，有哪有人袂来，有哪愿意？伊医生就想讲，伊是护士，迄阵算护士长啦。伊讲，因为病院内底遐尼无用，若挂伊的皮肤，伊着爱停咧几礼拜，甚至2礼拜。这个工作要相做，根本就无法度顶当，病院就转袂行，所以嘛是无法度。所以因太太勇敢来讲，挂我的，爱甲好安同意。是。虽然第一届手术失败啦，因为迄液体就讲两个人的体质无共，会无共。所以失败，第一届失败。毋过1个月后医生就挂金苗家己的皮肤来补迄个受伤的部分，结果成功。即届成功是世界第一例哦，第一个例啦，第一个例是医学界是足重要的一个第一个例。对，伫台湾。1年后，一冬后就出院啊。是一冬呢吼，这嘛真久的吼。邱金苗牧师以后来做牧师，伊做牧师以后就回想伊手术的事啦。伊讲迄麻药麻醉的药也无遐足，所以伊连安尼面盲中就有醒起来讲，戆心醒起来看到医生了讲咱医生真正咧切。咱妈妈，伊叫咱妈妈啦，讲咱妈妈迄个骹腿的皮肤的皮肤，迄阵惊一条啦，讲哈哈，伊迄阵毋捌听过伊掠阵咧讲耍笑的，真正咧挂伊的皮要来补我的，伊规身躯拢惊一条的，原来咱妈妈讲要挂皮肤来补我的身上，竟然是真的，所以迄阵伊就真感动，伊就知影讲听是啥物。是，所以中华人就讲一句话嘛，中华人非常敬爱迄个兰医生伊的心目中是一个温暖佮亲切的老兰医师。为什么家己的老？因为后来伊的囝有哪来遮做医生，所以当地有一句话啦，一句讲南门妈祖经，西门兰医生。因为咱问用一个妈祖经，若有病拢去，逐个人拢一定去妈祖经问。中华人是做爱拜这，因为因靠海吼。靠海妈祖是上重要的啊！若你若有厝里有无好势，感冒嘛会使去问呢。重病拢爱去问。生囝嘛。南门你去南门就是找妈祖经西门找兰医生，伊甲医生当作神啊，其实兰医生更较有效吼。对吼，就是即个医生，其实伊是伊的
背后有一个上帝对无？是上帝的手用吼。上帝的疼来疼世间人。新港咱今仔日讲的地点是新港。咱看一个新港的一间学校因为这间学校无起足济楼。无，因为风足头诶。这个风足头。伤悬诶，但是即本有改啊吼。这本应该有改。这是足几前老师去翕诶吼，迄阵我伫遐教册对无？伫个新港迄个所在吼。应该20栋吧。20栋啊！我逐个拢知影我几岁啊？是20栋有哦，对，就是足几前无啦，不止20栋，袂使互人知影几岁。但是即个所在吼，真正是足济善良人，因为我迄阵会记得阮去迄学生吼，阮迄阵爱家访对无？爱去看人学生诶家。因诶爸爸妈妈去甲因讲话时吼，我走去迄海边，因无厝吼，拢去迄个铁皮屋啊，铁诶吼，因迄拢是起伫迄边啊，迄河，迄个叫啥物？河边还是海边？海边对，凊彩搭一个，无就是车吼，凊彩甲伊牵诶安尼，踮遐困尔，真正是足济吼。迄阵20几栋前，佫是安尼吼，即尾嘛有较改善。即摆应该改善，若佫较早，咱就知影讲是做善家的所在。真正诶吼，迄是就是爱啉迄个为个梅秋吼，伊讲伊细汉嘛啉过浮仔水呢吼，会咱分享一个迄是啥物味安尼吼？真正是像迄电视演较有看到诶，就是迄做法对无？的书去有代志吼，就是爱去遐踮遐念吼，念经吼。但是好佳在伊遇到一个好人吼，甲伊介绍即个蓝医生吼。对，因为是小过，所以有缘味。没错讲，分下注吼。上帝就是疼，为什么咱圣经安尼做？是。伊伫英国一个医生，伊诶生活嘛是袂歹，为什么要来遮安尼做？佫毋是为着要趁钱，拢毋是。上帝，因为上帝就是疼，就是感动上帝诶疼吼。所以咱看一只圣经来看约翰福音，约翰一书啦，这毋是约翰福音嘛？约翰一书4章第8节。无疼心的人毋捌上帝，因为上帝是疼。所以讲毋捌上帝，变过来看，毋捌上帝，就是无疼心的人。当然咱毋敢安尼讲啦，袂使安尼讲。是讲你的疼心，虽然你有疼心，毋过你的疼心确实疼了毋对啊。疼心人有啦，总是你要疼互对，甲疼毋对。有哪有足济疼心是毋对诶所以你要疼一个正确诶讲，真正诶疼心是对上帝来。所以讲无疼心诶毋捌上帝，就讲你若毋捌上帝，你诶疼心可能爱有疑问啦，就讲方向毋对啊。无一定是正确诶，虽然有人正确，但是应该有人作者无正确。毋过你若捌上帝，你就一定会正确，就是迄个意思。所以有足济人，即本足济少年会讲我疼你，你若无疼我，我就甲你刣死。你就是毋对诶疼，对无吼？所以咧，咱即个是一个拄好，我真刚吼，踮遐看 Good TV 诶时，看到一个阿达叔叔吼，伊咧讲故事，伊写诶一本册哦，刘清燕老师吼，写诶是家己心。伊讲伊会陪咧周牧师讲诶啦，周金明牧师吼，伊就讲，虽然牧师就是讲咱妈妈诶皮肤带着我身躯无成功毋过伊永远带着我诶心，伊诶心肝诶顶悬，带着心肝顶悬诶皮啊。是，所以伫因诶生命内面会当看到。
疼心吼。基督嘅疼才会当久长，还佫有功效。爱有基督嘅疼，生结连基督嘅疼，即款嘅疼，才是会久长，佫是有功效，佫是好诶，真正诶疼心，袂歪出来。咱台北有讲一句话讲，其实伊真疼人，伊讲我期待家己成做一个欢喜别人，也互别人欢喜诶人，就是讲逐个人欢喜，就我疼你，你疼我，安尼人就好啊。伊无爱做啥物，赢过做一个杰出诶医生，伊无爱做一个做伟大诶医生诶意思啊。讲我做我疼恁，恁疼我，安尼就好，安尼就会使，就够格啦。伊诶有偌大诶，伊偌好诶医术拢无啥物路用。赢过做一个杰出诶医术。是，所以伊到聪明。伊要离开台湾诶时，佮讲啊，我佮无到遐，对无？就是我诶技术无够好哦，伊佮感觉家己拢。伊讲我技术无够好，真歹势。虽然我医治足侪人好去，毋过有哪有足侪人死去？伊讲伊做医生看到足侪人互伊医好啦，这无毋对。毋过伊有哪看到足侪人来死去？所以讲我诶技术抑个无够我诶心无够，我感觉真歹势，对咱真歹势。所以退休时就讲爱着倒转去倒转去以后，因为咱知影中华病院后来着真大间嘛有趁钱所以有人着要伊转去时想讲伊转去逐项拢无伊也无摕钱转去互人互伊诶钱拢去捐倒转，拢去捐出来着对。有哪是空手转去，人着买一台车就是讲病院啦，中华病院买一台车要送伊，结果伊甲迄台车卖掉，佮甲钱寄倒转，伊拢无爱。对，咱顶礼拜老师有讲过咱医生诶故事哦。听众朋友，你若无来诶会当转去看咱顶礼拜节目好，所以美秋讲诶无毋对真正是愿意把伊诶性命拢奉献互上帝人。其实足侪宣教士拢是安尼拢毋是为着钱来遮诶就是伊诶疼心连伫基督。是，就是因为上帝诶疼互伊为着即个咱想迄无人知诶所在，叫做善乡诶所在来拍拼所以伊诶一个恢复，咱想毋止一张，咱想听讲挂几啊挂四地啦，挂四地挂真济呢挂四地换一条性命即个活命是新诶活命伫耶稣内面是顶头生诶活命。所以观众朋友，你若有啥物无法度解决代志，千万毋通去用啥物药出迄个乌白菇对无？毋免去求道士来做法还是念经之类诶来认捌阮诶上帝会当解决咯，对无？今仔真欢喜搁一摆伫中华世界讲继续讲即个咱医生诶故事。后礼拜因诶囝要来对无？因诶囝嘛是医生一家伙拢是真愿意奉献诶人所以观众朋友爱去家己试一个赞我相信逐个来听诶观众朋友拢是真愿意奉献家己帮助人诶人嘛是要祝福最近昨有一个总统对无？无人机挂落足侪人过身也希望即个世界当搁侪好诶代志发生就是和平战争较早结束安尼好愿意上帝祝福你后礼拜一个下暗，台湾8:10，泰国7:10，澳洲2:10，都做回来讲故事。多谢老师，多谢观众朋友。
多谢大家来捧场吼，后礼拜再会，平安。